各位同事，大家好。大家平時喺日常嘅生活中或者係工作中，會唔會碰到一啲你講佢又唔聽，佢聽佢又唔明，明佢又唔做，做佢又做錯，做錯佢又唔認嘅咁嘅情況咧？咁碰到呢啲情況嘅問題喺邊度咧？其實好多時嘅問題咧係在於我哋自己，係在於我哋自己冇表達清楚，或者我哋表達嘅技巧唔夠好，令到對方有誤解。咁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高效溝通嘅口頭嘅技巧。喺日常嘅生活中或者係職場中咧，口頭嘅溝通咧係人際關係互動嘅核心。無論係彙報工作、協商合作，定係話解決衝突，清晰有效嘅表達咧，都可以大幅提升溝通嘅效率，減少誤解。良好嘅口頭溝通技巧咧，唔單止可以準確咁傳達信息，更加可以建立信任、促進共識，甚至影響決策嘅走向。首先咧，精準嘅口頭表達可以節省時間，直接指明重點，避免冗長嘅鋪墊，能夠令到對方咧可以快速咁掌握核心嘅問題，加快決策嘅流程。其次咧，結構化嘅溝通，譬如話先講項目嘅名啊，再講問題，再提出方案，可以令到聽嘅人咧更加容易理解，減少資訊嘅混亂。更加重要嘅係，優秀嘅口頭溝通可以強化說服力。透過邏輯清晰、語氣自信嘅表達咧，更加容易咁獲得人哋嘅認可同埋支持。無論係向上級彙報、同團隊協作，定係面對客戶咧，良好嘅溝通技巧都可以提升我哋自己嘅專業嘅形象，增強影響力。再者就係話，適當嘅重複關鍵信息，譬如話5遍法則，可以確保重要工作俾正確咁接收，避免因為遺漏或者係誤解而導致錯誤。喺職場或者係日常嘅交流中咧，清晰嘅口頭溝通可以大幅咁提升效率。下邊咧係幾個口頭溝通嘅一啲關鍵嘅技巧，咁我同大家分享下。第一就係直奔主題，開門見山，避免一啲好冗長嘅嗰個鋪墊。譬如話與其講我最近碰到一啲困難，不如直接咁簡單明了咁講關於某某某項目嘅進度嘅延誤，我哋需要討論一下解決嘅方案。第二咧就係結構化嘅表達，先講項目嘅名稱，明確討論嘅範圍。譬如話EHSS 嘅某某某項目咧就出現咗個技術嘅障礙，再講問題，簡單講清楚具體嘅問題係乜嘢。譬如話呢個項目嘅吊橋安裝疏西行 K 寶嘅方案成本咧就會過高，再提出明確嘅需求，說明需要啲乜嘢嘅解決方案。譬如話需要揾其他嘅替代性方案，如果唔係咧，呢個項目嘅成本嘅預算就將會大大超咗出嚟。第三就係提供嗰個解決方案啦，列出可行性嘅選項。譬如話經過了解同埋諮詢之後咧，建議將行 K 寶嘅方案改為行 bus bar， 成本咧就可以降低30%。咁最後咧就請求支持啦，明確需要邊啲資源、邊啲人嘅支持。譬如話需要領導幫忙同埋顧問公司去溝通，說服顧問公司接受將行 K 寶改為行 bus bar 嘅呢個方案。呢啲咧就係 bus bar 嘅資料同埋行 bus bar 嘅可行性說明。所以咧，你將以上嗰啲需求方案同埋要求支持嘅資源嘅部分咧講清楚，咁聽嘅人咧就好明確你要啲乜嘢嘅幫助啦。咁最後一樣嘢就係話，為咗避免我哋傳達信息嗰陣，或者係你傳達信息嗰陣，對方喺度諗緊其他嘢或者做緊其他嘢，所以咧
就有一個叫做重複5遍嘅法則。重要嘅信息咧，要多次強調，確保對方理解。譬如話第一遍就直述我哋嘅問題，第二遍咧就講明影響，第三遍咧就提出方案，第四遍咧就確認對方理解，第五遍咧就總結行動嘅步驟。可以要求對方去複述一次你講嘅呢啲內容。所以咧，透過一啲結構化嘅表達同埋重複嘅確認咧，就可以大大咁減少誤解，提升溝通嘅效率，令到工作同埋日常嘅生活咧就更加順暢。總而言之，口頭溝通咧唔單止係傳遞信息，更係建立關係、推動發展嘅關鍵嘅能力嚟嘅。培養高效嘅溝通習慣，可以令到個人同埋團隊嘅協作更加順暢，目標更加容易達成。咁呢個就係我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部分。多謝大家。